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新手投資心得系列嘅第6集。好多人一講起投資，最中意問嘅問題就係依家係咪入市好時機啊？個市升到咁高，等跌下先買啦。但係其實喺投資世界入邊，你點樣去配搭你嘅資產組合，遠遠比起你幾時買入更加重要。今日我哋就講一講點解一個好嘅防守陣營先至係投資長勝嘅關鍵。咁點解呢？因為我哋大部分人都係冇呢個水晶球啊。連最叻嘅華爾街專家咧，佢哋都唔知個股市係聽日係升啊定係跌。如果你日日喺等最完美嘅時機，好大機會你又白白錯過咗成個升浪，將啲錢擺喺原地貶值。咁我哋可以用 ETF 為先，係啦，即係我哋之前一路教你就係話你去買 ETF 啦，去月供呢個 VOO 啦，而唔係單一股票。因為我哋買單一股票咧，一旦買錯時機，個公司跌落去，可能永遠翻唔到家鄉。但係 ETF 咧係買緊成個國家或者成個大行業，只要人類經濟永遠向前行咧，就算你唔小心喺高位買入，只要時間夠長，最終都會升得翻上去。咁我哋唔清楚依家我哋嘅投資組合做得好唔好嘅話，咁你可以問 AI，就係話如果依家個市跌15%，你個組合會跌幾多咧？咁你就可以幫自己做呢個心臟壓力測試啦。如果你想象下，聽日一開市個大市突然間跌15%，你個戶口會發生咩事？如果你100% 全力買晒股票，你成個資產就會冇咗15%。如果你有100萬，幾日就唔見咗15萬，咁好多投資新手喺呢個時候咧就會頂唔順，驚到一口氣斬倉，結果就將呢啲賬面虧蝕變成呢個真實輸錢。但如果你有個攻守兼備嘅組合，假設你按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，將呢個資金分開啦，一半買 VOO， 一半咧就買呢個 BOXX 之類嘅一啲現金收息防守系列。當個市跌15%，你股票嗰一半跌咗，但係只係佔你總資產嘅7.5%。你防守嗰一半係完全冇跌到，仲要係幫你收緊幾厘嘅無風險利息。總括落嚟，你成個戶口可能就係跌咗6厘左右。咁喺呢個幅度咧，你就係食得落，瞓得着。就唔好亂咁做傻事買走呢啲股票啦。股票市場就好似一個無間斷嘅擂台，升市嗰陣時個個都以為自己係股神，但係真正考驗功夫嘅永遠係跌市嗰陣。唔好俾人震出場。投資唔係要鬥邊個短期內賺得最多錢，而係鬥邊個可以喺市場入邊留得最耐。如果你輸到清光或者驚到離場，之後個大牛市就完全唔關你事。最好嘅進攻就係防守。當個市大跌嘅時候，大家慌忙走避。如果你個防守組合好嘅話，你唔單止唔使驚，你仲有大把子彈可以撈貨。